之後息一陣啊，翻嚟每週有筍盤去元朗睇樓，區內嘅二手交投按月跌咗60%啊，樓價有冇受影響呢？翻嚟節目時間，樓市交投放緩，元朗區上個月嘅二手買賣大跌到70宗樓下，按月急挫咗60%啊！樓價有冇受影響呢？受股市調整同地緣政治等嘅因素影響，樓市近期明顯放緩。元朗嘅二手買賣6月回落到70宗以下，比5月急挫咗60%，不過對樓價影響唔大。代理話，整體二手平均尺價仍然企穩喺10,500蚊以上。之前嘅累積咗多平價盤啦，咁導致到成交都比較多啲嘅。近排啦，成交量下降嘅原因係因為咧平價盤咧都銷路得七七八八啦，咁剩翻一啲咧樓價都比較高少少嘅樓盤啦。但係咧買家咧就好想買翻以前個價錢嘅，咁但係業主咧因為心態都比較硬淨啲啊，所以議價空間咧收窄咗，由之前咧可能傾大概10% 到啦，咁而家收窄到咧大概幾%，或者部分嘅單位咧直頭係冇價傾添。當中個別樓齡比較新嘅鐵路盤更加受到買家歡迎，新地發展嘅 Grand YOHO 就係其中之一。除咗有基座商場連接元朗站，仲有巴士來往各區，生活配套齊備。屋苑2016年入伙，提供近2000伙，戶型選擇多元化，由390幾尺嘅一房到2100幾尺嘅5房都有。參觀10座一個中層放盤，實用780尺3房套間隔。單位冇玄關，入屋係長形大廳，空間寬敞近200尺，兩邊廳嘅設計客飯廳分明。外連大約15尺嘅露台，向東遠望開揚山景。不過樓下對正公路或者有噪音問題。飯廳旁邊係廚房，空間都幾大，超過70尺。兩邊櫥櫃附設咗煮食爐同星盤。外連工作平台，通風之餘都多個地方擺雜物。剩低嘅一面牆身內嵌咗洗衣機、雪櫃等嘅家電，雖然已經用咗一段時間，但整體保養新淨。裏面仲有儲物間同工人套廁，夾埋近50尺，開即市正實用。代理話3房成交嘅比例增加，同類放盤買少見少。單位咧係屬於比較大嘅3房套，咁好適合一啲嘅家庭嘅客人啦，咁啊住嘅落去咧都比較舒服啲啦。景觀方面嘅話咧，咁呢邊係向東嘅，咁啊非常之開揚。呢類嘅3房咧，近排嘅成交都多咗嘅，因為咧之前2房嘅客人咧睇到個市場咧都比較吸引啦，所以咧就賣咗2房咧去換3房嘅，形成咗個換樓鏈。依家呢類型嘅3房放盤咧就唔多嘅，連鎖時盤能夠睇到樓嘅單位咧都非常之少，大概只有2-3間度。單位過往一直放租，日前先至喺市場放售，業主叫價1400萬，尺價貼近18000蚊，比同座近期一個3房成交價1266萬高大約1成。投資者潘達恒認為業主嘅叫價偏高。成個屋苑咧向呢邊向東嘅單位咧，其實尺價咧係相對比內園嗰邊平大概1000蚊到嘅，因為佢最主要嘅個景觀就望翻醫院啦，同埋有少少馬路景。咁但係亦都係正呢個方向咧，佢係會攞得到一個開揚嘅，因為附近咧亦都冇乜樓擋嘅。咁所以咧唔係太介意咧，其實買呢個座向嘅單位咧係抵買嘅。之前1200幾萬呢個成交咧係大概係5月份到嘅樓價啦，咁去到而家嘅7月啦，咁不斷係喺度攀升啦，1200幾萬呢個價錢咧未必係會買到單位，咁相信咧業主個議價空間亦都有限啦。如果能夠係用到1300頭嘅價錢啦，係比較適合嘅。3間房喺同一邊，全部向東，景觀同大廳差唔多。走廊盡頭嘅主人房空間寬敞，單係寢區已經超過100尺，開即偏長型，可以3邊落床。轉角有大窗，視野更加開揚，不過有柱位，家私要遷就一下。對面嘅牆身雖然有凹位，但係整體試正，方便訂做衣櫃。套廁對正咗房間走廊，大約35尺，附設企缸，保養唔錯，裝修以黑色為主。
旁邊嘅兩間細房並排，面積差唔多，分別大約50尺，開則全部呈方形，家私擺位靈活，地板牆身保養唔錯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兩間房都預留咗冷氣機維修生口，要更換都唔使搭棚。對面係大約35尺嘅客廁，佈局同套廁差唔多，同樣有窗有利通風。代理話暑假嚟臨，推高咗屋苑嘅租金，現時平均尺租大約有38蚊，比舊年同期升咗大約1成。潘大行睇好下半年有望挑戰40蚊嘅水平，不過佢認為放盤更加適合自住。過往幾個月咧，租金嘅指數咧都向上升嘅，咁但係就不及呢個樓價嘅指數，其實會影響咗個租務嘅表現啦。因為租金嘅回報咧低咗啦，再加上我哋三房啦，其實個尺租咧相對係冇咁高嘅。投資者咧，我更加係推介咧係買細單位咧，或者喺啲舊樓。至於咧呢一個單位咧係更加係適合咧自住啦，因為佢已經係發展到咁多期啦，已經係有比較足夠嘅配套，再加埋咧佢個樓齡係相對比較新咧，短時間係唔需要考慮嗰個維修費用嘅，自住嘅成本咧就會更加低啦。佢又話，雖然近期拆息維持高企，但係整體樓市已經重拾動力，換樓鏈逐步形成，預計三房喺下半年會繼續價量齊升。喺樓市暢旺呢年幾裏邊咧，其實積累咗好多中小型嘅單位嘅成交。咁呢班業主咧，好多都係諗住咧係賣出單位之後咧，係諗住換樓嘅。市場咧係受到刺激啦，三房嘅成交量咧係比過往係上升好多嘅。另一方面咧，見到租客咧喺呢個租務不斷攀升嘅情況之下咧，亦都會係希望咧轉租為賣。盤源嘅緊張咧，應該會仍然係持續一段時間啦。咁係喺呢個供求不停之下咧，就會令到個市場咧係有個動力喺度。相信咧嚟緊嘅樓價嘅升幅啦，喺下半年裏邊咧，大概有3至5% 左右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上半年樓市做好，帶動太古城嘅整體樓價按年急升咗3成，成為全港表現最好嘅藍籌屋苑。乜嘢戶型比較受歡迎呢？下半年會唔會延續升勢？敬請留意下一集每週有筍盤。